全台湾有16000个罕病家庭，不管是病友，也或是病友的家属，因为疾病本身，也或是无障碍环境无够救治，所以平常时要出门行行咧，也或是要出去佚佗，消透压力，拢真为难。罕病基金会规划12年，总算伫个新竹县西来创办全亚洲第一间罕见疾病护理家园，已经伫今年2月份来动土。未来将规划做多功能的教室、花园、甲菜园等等的区域，互朋友的家庭伫遮会当复健、会当咨商、会当休喘。希望未来福利家园落成了后，会当互因伫个严酷的人生的道路，得到更较多行落去的力量。如果老了的话，我也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找谁去照顾他。吃饭、喝水都是要由我们处理，24小时都没有办法离开。希望他将来能成为罕病儿童的快乐天堂。千呼万唤，经过12档的规划，伫新竹县关西镇的罕见疾病护理家园总算开工动土啊！我相信我就是我，我相信明天，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。在日落的海边，在热闹的大街。除了罕见疾病、纤维性骨质养症的朋友为一群，伫唱歌，歌声嘹亮，唱出心内信念甲希望。这个地方大代志，台顶是闹热滚滚，台下是充满温暖的气氛。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。我们对于这个罕见疾病的服务中心，得到我们新竹县以及我们关西镇大力的支持，这个是表示我们关西镇的文化底蕴是非常高的。关西镇民的水准、智慧是值得我们来敬佩的。我们的财团法人罕见疾病基金会新建工程顺利圆满，赞！因为当地部分的居民当作讲罕病的话，无愿意和这个护理家园入来，经过多方的沟通协调，才化解当地居民对罕病误解，总算和护理家园成型迈开一大步。占地2公顷的罕病福利家园现在已经开始动工，未来将提供给病友和家属复健、喘息和咨商的空间，希望病友家庭可以得到更多的支持和疗愈。台湾的旅游环境缺少无障碍的思考，那可是我们的病友呢，平常在家里照顾小孩，很难得出来一趟，所以我们就思考，如果有一个好的环境跟空间，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概念，所以我们花了12年的时间，终于走到今天要动土了。这个疾病因为基因的病变会跟着他们一辈子，这个疾病目前很难诊断，很难治疗，所以最重要的是对病友的一个全方位的照顾，能够有一个教育、训练跟示范的中心，让他们的身心灵得到最大的一个安慰跟安顿，是最重要的。全台护理家园落成，真侪朋友的家庭望穿秋水。历史上这日天，未少朋友甲厝内人嘛拢有来参加。到时候可以来到我这里玩吗？好啊，那你要乖，要听话啊，要有规矩啊。你看你今天就……什么时候才盖啊？你现在开始盖了，很快啊。六回陈嘉文治疗罕见疾病吹吹克林斯氏症候群，伊佫成为牙周骨颜面发育不全症，据说讲听咧受损、喘气甲吞物件真困难。一出世就和老来第6的陈先生，心情为天堂步来到山峰。人家别人就老来得你，就应该是抱着很快乐。可是我一听到他这样子的话，就是那段日子就难免会胡思乱想啊。他睡觉的时候没有办法正常呼吸，然后又常常会发高烧，我也跟着没有办法好好睡。然后那时候就是那个体温计都要放在身边，然后整个晚上就是说随时要去摸他的额头有没有发烧这样子。
60岁才做老爸，但忘掉无眠无日照顾着家文。也不同家文多者，较真治疗罕病时，因老母都毋知走去倒位啊，身心拢真疲劳，但忘掉更加是六神无主，万念改变。他就是一直看诊，然后吃药或是自愿这样子。那段时间就是也觉得很累了。你也知道嘛，我自己也是会生病啊。那时候真的是非常难熬啊。有时候会对着他说：“啊你活得这么辛苦啊，我也照顾得这么累。”那时候就是非常沮丧。看一下冰箱，不好来。我们要回去了啊。好啦。即马66岁，但忘掉为了专心照顾家文，头路失掉，靠政府补助过日子。一路行来，乐观开朗家文，颠倒变成因老爸坚持落去的动力。对着罕病护理工园，因更加是充满期待。会有一栋很漂亮的建筑，然后家文将来就可以到这边活动，跟学习这样子，可以互相了解。说句比较严重，就可以互相吐苦水。其实整个园区都是非常疗愈的，我们就用多元的方案来创造，就是来挑战非常多的疗愈的功能哈，然后希望他们能得到心理的，能得到支持跟自信，然后面对他们的就是比较真实严苛一点的人生哈。动土典礼这天，还有一个新颖引起我的注意。16岁无诊安治疗罕见疾病，女男视镜甲神经纤维瘤，意思讲有先天性的心脏病，甲视力听力的障碍，当时肌肉萎缩，行路袂知。无诊安的认知嘛停留伫个2岁囡仔的年纪。他其实他不舒服，他可能就是哼哼哼而已。那你会分辨不出来，他到底是在撒娇，还是到底是他人不舒服？像我们今天在看他这样子走路的那个姿势，有没有？他就是他有问题，可是他不会跟你讲说他问题在哪里，所以我要去猜。前些日看诊安过桥路，形影不离的母囝2个人，袂输是生命的共同体。大家是寸步不离照顾诊安的郭英珍，讲出10多年来照顾罕病儿童的身心的疲劳。包括自己的妈妈也没有办法谅解，她甚至连她生什么病她都不太清楚。他脑部缺氧啊，他一直说我带他去加护病房，是那个护士那个医疗疏失啊，让他脑部缺氧啊。之前我们家老公也是这样子啊。照顾真安的这个部分，每个人都不谅解我，我是一个人在奋战。10几年来，只有我一个人在坚持。我看不到小孩子的未来，真的很累。回想特别着厝内人的理解，孤军奋战的心酸，郭英珍目屎挡袂掉。2012年，郭英珍除了爱照顾诊安，还要照顾老爸甲肝癌的翁婿，规工拢无通休困。不幸的是，2015年因先生离开世间，英珍的人生更加是完全的黑暗。不吃不喝不睡，所以那几年我真的是把我的身体全部搞坏了。到现在还是一样。那时候我自己给自己力量，应该是说为母则强。我如果不振作的话，小孩子怎么办？一针一线车出5花10色，白头毛的饰品，艺术嘛为乌白人生增添缤纷的色彩。靠手工艺品、手工纱纹，英珍慢慢自食其力。日时诊安上课的时，英珍就会使做一寡手工赚所费。靠我的一技之长，我也可以有收入。我要在照顾小孩子的这个当中，有没有？我可以在家里做手工，然后我做完了这些，我有一个通路，我可以去卖，卖完之后我有收入，我可以养活我自己。等到护理工园正式营运，英珍嘛讲将这个功夫传予其他的罕病家庭，何国较侪父母会使透过手工艺兼顾照顾甲生活。
已经甲期待借由福利家园累积未来面对生命试炼的力量甲勇气，让我们这些家属、病友之间有一个沟通的桥梁，有一个可以支持的、互相支持的那个管道，那一个园地。至少说，我知道说我累了的时候，我可以去哪里，有人可以支持。让我可以休息、加油、打气，可以更有勇气面对未来。针对2公顷的汉滨福利家园，经过铺设，估计2022年会使完工启用。园区的土地将分做5大区，包括朋友服务中心、社会教育推广区、疗伤回园区，也有农作体验区。这座国内首创的跨病类典范园区，境界开放后，桃园新竹苗栗身心障碍居民共同使用，结合生产休闲技艺图雅、社会教育加休喘服务等功能，和更加侪朋友家庭会使伫生命道路上共同欢笑流目屎，分享成长。希望他将来能成为罕病儿童的快乐天堂。我期许福利家园可以给我们病友家属更宽广的天空。